老家娘啊！哇，啊，足久无看到你录音啊呢。啊是讲吼，我想讲你的头脑吼，有影有够好的。是。啊，就是过了伤早。啊，若无，那你看伊喺大学毕业尔吼，随去考什么主播，哦，随考随调呢。有影是过了伤早。啊，若是讲吼，继续安尼落去哦，绝对是101的。但你讲这句话，我巴肚内底后生哦，你甲我踢一个，甲你吐槽了。有，啊你巴肚内底是后生哦。嘉文啊，去内底哦，找你对不对？好，谢你哦。进前我是安尼一直烦恼，玉英嫁你遮侪年啊，那奶奶哦望伊要甲你生一个后生，结果伊都拢无法度有心。不过即马哦，不管伊即马巴肚内的胎儿是男也是女，我拢免烦恼。小妹是甲你生后生，甲咱你甲传后事呢。当然，我都爱甲伊过来做好，毋才对。好意思，我这体是查某还是查某啊？是查某的。你确定？苍蝇波已经翕了真清楚啊。不好意思，我知影我的体质要搁有身体是足困难的代志。啊，不过你敢袂当替我想一个办法，看要安怎调整我的体质，互我较紧有体力的囡仔。李太太，以你的体质，这体若当平安生落来，就真好啊。若想要搁再有心，恐惊有困难咯。土地公，因为我的体质无好，真前老体几落摆，这摆真无简单，才甲囡仔保掉。啊，毋过拄则产检，医生讲我的囡仔是查某的，佮讲以后我真有可能袂当阁有生啊。我的先生是因兜的孤囝，我会大家讲过，我一定要替我的先生生一个后生才会用的。土地公，我感觉是无可能阁有囡仔，我即摆是要安怎才好咧？上要紧的，就是紧甲有志生一个后生，通我撇免公司的经营权，叫有志的这边还我抢去。结果你还是无法度生后生。现此时，小妹已经甲有志生一个后生啊。你若想要继续做李太太，就要看你这体是查甫也是查某。恁小妹是无法度阁生第二体哦。玉英，这体若是无法度生查某囡仔，你就准备甲有志离婚。是，我巴肚内囡仔，我巴肚内囡仔是查甫的。政府啊，有机会，等囡仔生落来，咱个换掉。这边哪有可能？你听我讲，先把囡仔换掉，过几年了，咱搁甲领养回来，安尼唔就好啊？你若是无想要甲幼稚分开，就干那存这个方法啦。不可能！哥，这是我的囡仔呢，你哪会当给单掉啊？唔是单掉，是换掉。不可能！你莫阁讲啊！我不可能答应，不可能的。有英啊！我真正无应该放弃我的事业。我是一个名校毕业的高材生。我嘛是电视台立梦的主播，却因为嫁予你，要全身生囡仔，我来甲头颅死掉。其实你知影无？
我一点仔都无想要死掉，啊，毋过妈不准。我跟你讲，我有专业能力，我跟你讲，我受过的教育，啥叫结婚了，查某人都以先死为主。你的是重要，敢讲我的是都无重要是？这是是恁阿伯要过往的进前，甲恁爸爸签的协议书。当年阮爸破病，我阁细汉，原本阮爸想要将公司的股份传给阮姊啊，互伊来接管公司。啊，毋过煞因为阿姐坚持讲你家的事业爱传互查甫的，袂用传互查某的，所以阮爸不得已，才甲公司暂时交互恁爸来管理。想袂到，阿姐过身以后，竟然把公司的经营权交予家己的亲生后生。阿俊，咱即马是毋是应该照这份协议书内面所写的，把公司献互我？当年恁爸爸要甲公司交予恁阿姐的时阵，公司是负责的，甚至强强要倒去呢。若毋是恁阿姐甲我拼死命死计去装钱去找关系，公司敢保会掉？今仔日一品会当有即摆规模，若要论功劳，我应该是比恁爸爸还大。你即马一张协议书提出来，就想要甲公司的经营权抢倒转去，有贵啊！做人都爱凭良心哈。阿静，即马你甲友志的股份加起来是超过我的，董事会嘛拢是恁的人，安怎野手嘛野输恁啊？当初阮爸是公司上大的股东，啊，毋过自从阿姐接触公司以后，公司经过几落届的增资，我手头的股份却愈变愈少。想嘛知影，恁的目的是啥？拄则我毋是讲，当时公司是强强要倒去，假使阮若无增资来救公司，我敢要目睭金金看公司有倒是无？恁增资是为了要救公司，还是要甲我手头的股份变少？我心内是足清楚的。既然你无愿意承认这份协议书，安尼我只好靠家己，替阮爸甲公司提上来。妈，我看这个代志，有鬼无可能这么简单就准到手。当年恁爸爸再三甲我叮咛，咱李家的事业绝对是传男不传女，所以这么多年来，我所仰望的，都是你爱有后生，是讲加在啦。咱即摆有准好，还阁玉英倒来，同款嘛是查甫囡仔，我就安心。姐，你讲什么笑话啊？你即摆唔是要卖药，至少要卖囡仔哦。不是爱你卖囡仔，是交换囡仔饲。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代志，你200万的缴销，我替你处理。就问者吼，啊，连食水饺都欠小人是要多生200万啊？我是无啦，啊，不过阮小妹有啊，伊过去你家这么多年，使起啊清清彩彩嘛有200万，你就好好甲我配合，钱的代志我来处理。袂用的啦，春梅无可能答应啦。哎，你是白痴哦，你莫互伊知影就好啊。这门若是甲玉英斗相共，嘛是甲你规家伙斗相共的。你看，三不五时，好像请一顿粗饱的。哦，干嘛看咩？也毋过吼，进前吼产检的时阵，医生才讲腹肚内底囡仔是查甫，啊，你这样换一个查某囡仔有春梅，伊一定发现的啦。放心啦，病院甲医生我拢安踏好势啊。而且产检的时阵是查甫的，生出来的时阵是查某的，这新闻定定咧报，有啥物好稀奇的啊？好啦，莫丢毒啊！兄弟，你的后生
会当伫咧你家大，迄是享受荣华富贵，是伊的福气。而且你家以后所有的事业，拢是爱交予伊呢。有因敢暂时安尼做啊？伊无暂时嘛无法度啊。伊若一体啊，生是查某的，伊即马所有的一切，都要互外口迄个狐狸精规划捧去啊。好啦，安尼咱就安尼讲定，我去传钱吼。小等，搁我考虑一下啦。要考虑啥？我是感觉安尼做，想对不起厝面甲囡仔啦。我家己做业，煞拖累某囝，咪伤过无良心啦。我若是有200万，我嘛就有良心的啦。兄弟，是200万，不是200块哦。你互我考虑一下，200万互你唔免还。算啦，你若无爱，我找别人。囡仔坐到那山嘞。小等，是讲我囡仔换互你，我以后敢会当看到伊啊？当然咯，恁某甲阮小妹本来就是同学，关系嘛足好的啊。以后就我来安排，恁两家伙啊，会当做阵出去郊游，还是游览啥拢会使啊。啊，你们定定看到囡仔，对无？好，这件代志咱就安尼讲定。我找到甲你换囡仔的人啊，而且你嘛是知哦。啥？春梅啊，说明到时阵会甲我配合，互伊说迄边我嘛安踏好势啊。伊即马要做的，就是好好甲囡仔生落来就好啊。啊，春梅，敢知影恁安尼做啊？当然唔知哦，嘿，你千万唔通会知影哦。袂用的啦，迄是无可能的啦。春梅是我的好朋友嘞，我明日头偷换伊的囡仔。就因为伊是你的好朋友，伊的个性咱上了解啊。伊的日子搁较歹过，嘛无可能去感觉到伊的囡仔。囡仔话互伊，咱是上放心的啊，对无？唔管我用什么方法，你拢会听我吗？听，我一定听你到底。多谢你，春梅，多谢你。爸爸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甲林妈妈是好姊妹啊。阿盖哦，你甲阿姨腹肚内底宝宝哦，嘛爱一世人小丁大汉哦。对，宝宝，恁两个啊，跟我跟恁妈妈同款，以后你会住同一条街，读同一间学校，恁两个会亲像阮同款，互相陪伴另外一个人大汉，对不？小弟大汉，小弟大汉。妈，我先出来，我要做产检嘛。有燕，这是我请大仙呢，甲你腹肚来替你看的事情。你一定爱甲医生交代，一定爱照这个时辰看别个囡仔生出来，也搁有囡仔出世，护士抱出来，一定爱头一个抱来互我。妈，我甲幼稚已经参详过啊，我要做验生，我不拍吧。这边哪会用的？你要知影哦，咱李家子孙要出世，一定爱拣一个好时辰才通，这点我真坚持。你安尼活到大细天囡仔会惊着啦，看囡仔爱等。对袂？你莫害饲啊，受惊。
哎呦，干嘛啦？生命有对无？生命啊！给你，不要，那广告了啊！哎呦，怎么样？哎呦天啊！哎呦，这杯给他抛弃。这边别乱了，别乱了！我给你叫救！哥，阮大家送货的时间，万一到时阵甲出门伊先生的时间，他对袂起来，那你想要安怎？这我早就想好啊！出门要洗的时阵，洗面会带去甲你共顶的朋友。何医师迄边我早就安排好势啊！啊，伊会随甲你安排开刀。你大家迄边就甲讲，囡仔临时有状况，爱开刀，啊若无有性命危险，安尼伊嘛无法度啊。请咱路叮当啦哈！市场遐有人吊车，迄救护车插电内底无法出去。来，大波来，水我这个来快，等过无快，紧！哎，你这说你哎，来，哎，看啥物？哎，来，快，紧，快！爸爸后悔啊！竟然想要将你甲别人交换。你们春梅，孕妇刚在救护车上急产下一名男婴。春梅死啊！到病院啦哈！啊，乖哦！乖哦！乖！来这边，这边，嘿，阿忠中啥啦？冲啥？这啊，中啥啦？中啥在医院呢？在这边，乖哦！什么情形？这是你甲春梅的囡仔？对啦，囡仔出事啊啦！啊，即摆大家拢知影春梅是生查甫的啦。我给囡仔我。这我囡仔啦！哦，乖！那你用小妹是安怎？咱不过好啊哦，你钱嘛客气啊，你别当反悔。囡仔我，莫够闹啊！乖！这当讲哦，这囡仔家己做决定啦。伊想要做我的后生，无想要做你有一个后生啦。小英，歹势哦。但是，无紧，咱我想其他办法。免啊，你找到命中注定啊！我甲幼稚注定爱离婚啊！嘛好，即马我会当甲我的囡仔老的，当面甲伊分开啊！小英，你是安怎了？我巴肚疼啊！巴肚疼！医生啊！医生啊！小英啊，你快点来一个，何医师马上就来啊！即摆除了你，我顾伊，无人知影你生的是查某囝。哥，咱放弃好不好？咱放弃。我会当家己甲囡仔车养大汉，我会用的。袂用啦！你不了幼稚，付出这么多，哪会当因为你不是生查某就甲你放下？何医师，应该爱互你好处，我拢互你啊！这件代志，你一定要替我处理好啊！对我行。你快叮当啦！你敢放开啊！你快来叮当！放开！我生囡仔，我生囡仔，生囡仔做咩啊？
囡仔的爸爸红乖，伊无想要有囡仔，拢无咧做产检。所以，伊腹肚内底的囡仔是查甫的。是，而且佫是上生啊，就算抱走一个，伊嘛唔知影。由于，进来，等下有时间，恁大家就要来看囡仔。这囡仔是叨位来的？敢出门的？唔是出门，规定哦，以前我拢安排好啊，你家囡仔我。小太，哥你敢知影？我肚顶管，一个生母做记号，就敢若扶贫。你看，就好亲像伊的人生同款，一出世，都要离开妈妈的身躯边。甲你小小听命命，我要走囝，你乖，敢有一天，妈妈一定会甲你接回来我的身躯边。真正无时间，我要陪囡仔离开啊！啊，稍等，稍等，稍等。心肝宝贝，你还会记得，你的名叫做李子平，一定要平平安安大汉。一定要平平安安大汉，将来有一天，咱母仔一定团圆，有听到无？一定。叶玲啊，叶玲，听好，真正无时间，我要陪囡仔离开啊！对不起，我的囡仔，对不起，我的囡仔，圆圆，圆圆，刘宇，你是在吹啥啦？圆圆，啊，你是在装啥？啊？我的囡仔，啊？伊是安那？你哪哪？我的囡仔，哭啊！我出来找好叔叔车。有英诶，你生头上啊，敢唔捌？无怪遐尼紧张。啊，婴仔若袂好，你才是爱烦恼人啊！啊？啊，婴仔伫咧病房内底。对。哎呦，先生诶，来我若无咧好啊，妈妈伤紧张啦啊！哎呀，妈笑笑，阿妈笑笑。有英啊，
你又伤过头紧张啦。安尼哦，嘿，阿嬷请大仙呢，甲你出世的时辰看好，你搁提早冲出来哦。这样有够性哈。你哪有个性好啊？我家己想法啦，以后就袂用欺负我。有姐啊，愈看愈像你细汉的时阵嘞。嘿，金孙呢，爱甲爸爸同款，就重在的哦，哈。当然咯，我的后生呢，以后啊一定是重才中的重才。对啦妈，你替囡仔看时辰的时阵，敢有顺便请大仙甲伊护命？当然嘛有，大仙呢哦，用恁翁仔某的八字落去海，甲伊号做俊杰，李俊杰。大仙讲这个名吼，会当甲咱李家吼带来好运，而且互咱的事业哦愈来愈兴旺，哈。俊杰的，你都叫做俊杰，知无？俊杰。哦，你哦。刘烨，你感觉喏？哎呀，爱困啊，哎呀。俊杰啊。我就紧落另外。呀。够过去。那我就红爷伫遮。李太太，你哪会拢无食啥物物件啊？安尼你会无年水互宝宝啉呢？爱加食一寡哦。无安尼，我先送俊杰转去护理室。哪会无看俊杰？妈，好说使伊等伊困啊。要若是我才唔甘互红爷啊离开我的身躯边一刻。妈，我安排有英来大家，就是希望伊能好好休困。这囡仔交互专门人照顾就好啊。有英啊，你真无简单，才甲俊杰生落来，你就应该好好照顾家己的身体，唔通好烦恼的。你哪安尼这么无精神？是人无爽快，是我叫幼稚，互小米搁留落来，这件代志你还搁伫咧无欢喜？毋是我咧侮辱咱俊杰啦，这个囡仔吼，爱过来婴仔尔，都足精的呢。我印象中，幼稚甲你拄交往的时阵，就拢咧学了讲你足巧的，你学校成绩拢足好的。那呢，咱俊杰有你这个妈妈通教，将来无论是功课、成绩，也是人品，拢唔免互我甲幼稚个操烦咯。是我身体幼稚生好生，也毋过妈还阁有幼稚，也是较重视开有因生啊。恭喜呢！恁囝满位。我嘛甲你恭喜，你有英的后生也满个啊！是啊是啊，我想要借问一下吼，我200万当时要还啊？哦，我嘛甲你借问一下哦，我非常好奇哦，有英的后生是为倒位来？伊的查某囝唔知搁为倒位去啊？你即摆是在威胁我？较细声的哦，
当叫别人听到的啊！你的嘴上好是给我搭起来，啊那我送你去做海宁王竞赛。啊，这你放心啦，只要你以后卖到我面头前提起200万的代志哦，我会当选择性失忆。好，来关心最新消息。昨晚圣德育幼院发生大火，许多孩子来不及逃生，当场命丧火窟。我们现场交给记者来为我们做连线报道。圣德育幼院，唔都是子平迄间，哪会发生这款代志啦？真多谢恁呢，为咱李家添这个金孙，来，这是妈一点仔心意，你收起来。妈多谢你啊！真嘅咧，阿公伫咧天顶看你哦。爱困啊，谢谢谢谢。咱坐这饭店满有酒啊，真侪人来参加。咱俊杰生出这尔啊滴人缘，这尔啊滴人囝呢，哈。陈杰，多谢你来到我的身躯边，希望子平会当早一日回来这个家，甲咱团圆。因讲有几个囡仔当场休息啊，啊，不过大部分囡仔拢无代志，是讲即摆育幼院已经休息啊，这个囡仔阮爸送去无共所在，以后若是要找子平，就较困难啊。我袂知啊，我袂知子平是毋是讲我咧？好啦，我尽量去追啦。都是我唔好，我一个做妈妈，我这样处事，这样残忍。可是我若无该送去育幼院，都要发生这种代志。我来找子平，我来找子平，我来找伊，干嘛？你较细声，你较冷静的啦。我是要怎冷静？我的囡仔即摆是死还是死，我都唔知，我要怎冷静啊？你的囡仔当然嘛我的，即摆就倒伫遮。伊不是我的囡仔，我囡仔是子平，是子平。不是，你的囡仔就是俊杰。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真嘅咧，真嘅咧。今仔日要来食你某的酒，遐个亲朋好友，拢足期待看到你的呢。而且哦，你是咱李家将来的接班人，要得像恁爸爸同款哦，做一个互人配合、互人尊敬的总经理，知无？哎呦，安尼目睭紧紧看嘛呢。